數邦天然氣管泄漏引起大火 ，MBSJ 應該對呢件事負責，因為承包商係喺佢哋嘅批准下展開工作嘅。如果承包商私自進入並挖穿咗天然氣管咁樣雙方都要承擔責任。因為點解當時嘅市議會唔採取行動去阻止呢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嘅部長都應該承擔責任，並因咎辭職，因為呢啲係佢嘅職責範圍。喺 Petronas 保護區附近進行挖掘施工，都冇受到政府嘅監管。州務大臣、地方政府部門、聯邦政府部門都冇去協調監管嘅咩？咁樣國家係咪白白養肥呢啲人？希盟行動黨執政雪州17年咗，將啲屋業發展到嗰啲油管啊、大嘅自來水管啊、高壓電塔啊、河邊啊同啲火車路邊，將呢啲保留地都用嚟發展屋業。咁樣有冇濫權貪污呢？今日天然氣管爆炸，唔保證下次嘅高壓電塔要冧喺我屋企門口。上任政府留低嘅一流設備讓俾9流嘅政府嚟管理，災難越嚟越多係意料中事。